世界樓巡禮，主持魏美珍、穆佩文。好，翻嚟節目時間之後呢，繼續有魏美珍同埋阿莫佩文 Paula 喺直播室啊 Paula。咁我哋今日繼續呢都係講下歐洲方面嘅置業問題嘅。上次呢我哋聽咗好多好處，德國柏林買樓啊，或者係置業嘅好處。咁 Michelle 我哋都應該要知道下啲風險。梗係啦，咁啊要平衡下先。隔山買牛去到柏林咁遠，唔係搭一程車已經到，要搭飛機先至去到，梗係擔心嘅。有啲擔心係好正常嘅事。歐洲係一福利嘅國家，福利好，咁啊稅收啊自然都係會比較重噶啦。置業方面呢，究竟個稅收又會係點樣呢？風險所在又喺邊呢？咁啊，今日我哋由 AMTD 資產管理主席曾慶麟 Alan 喺度嘅，同我哋一一拆解。Alan 你好。係 Michelle Paula 你好，連續3個星期啦。係啦，咁我哋分享下，繼續講開柏林啊。柏林我就係擔心嗰啲稅會唔會好揦脷呢？因為好似話有差唔多啲收入呢都係要俾政府交稅嘅喎。喺柏林係咪都係咁㗎？係㗎，我諗呢稅務呢個呢係大家去唔係一定柏林添啦，去任何一個外地嘅地方呢，嘗試想話透過置業去嚟到去係為財富增值呢，稅務一定要考慮得清楚啊！尤其是呢係有可能呢應該再同當地嘅稅務專家呢去再聯絡一下。但係我都唔係第一次講啦，以我接觸嘅德國嘅政策啦，睇過啲文件啊，同埋同啲德國朋友嘅交流呢，德國人俾我印象呢，就真係樣樣嘢呢係清清楚楚嘅，即係絕對唔會呢係拖泥帶水。去到呢個稅務，尤其是呢，佢係清清楚楚列晒表出嚟㗎。咁如果我哋講緊聽眾有興趣去德國買樓，雖然上次我哋講咗話柏林嗰啲樓係點樣好，其實呢嗰個上車嗰個價錢呢係唔貴㗎，100零萬港紙咧有得上車。咦，咁你聽話世界樓細價樓喎？係啊，100零萬係咩選擇先？劏房嚟㗎。咁我睇你點講為之劏房啦，即係俾啲年青人住啦接近市區嘅一房都有㗎，或者係一啲細啲嘅兩房，講緊都係幾百尺嘅單位啦。咁100零萬港紙20萬歐羅啫嘛，已經可以有啦。咁譬如話去到中心區、領事館區豪宅全新物業，講緊都係400萬至500萬左右。咁係幾大到咧？已經係講緊2至3房有1500尺以上㗎啦。咁可能過千萬㗎咯。係啦，咁香港我諗你呢個價買半個單位都未必得啦，係嘛？係。咁雖然話嗰個投資嘅金額唔算得係好高，但係風險管理、風險控制咧都一定要做嘅。咁頭先 Michelle 你問第一個問題非常之好啦，就係咧我亦都用咗啲時間去了解，就當地咧如果你係買物業而賺咗錢，即係話尤其是我哋睇佢升值嘅潛力都應該高嘅。咁你買落咗之後，過幾年佢個物業真係升咗上去，如果咁我要走啦，要出攞翻錢翻嚟啦，咁我要俾幾多稅呢？咁首先呢，喺嗰個政府個網頁入邊咧講得好清楚噶啦，無論本地人外地人都好啦嚇。你如果係因為投資物業賺咗錢嘅咧，佢有一個表喺度嘅，你自己咧就對號入座，賺幾多錢你就納幾多稅，清清楚楚。但係咧喺個表嘅最後邊咧，佢都講得好清楚，就係話如果你持有物業咧10年或以上咧，你就唔使納稅嘅。10年喎。10年好慢就係㗎啦，10年。即係佢逼你賺多啲。但係香港人你知買樓通常佢哋持貨嘅年數咧都係3至5年嘅啫。月數嘅啫，以前。對於香港啲投資者嚟講，10年好似好耐喎。冇錯啊！呢個如果你就話一定要揸10年咧，我諗對於好多海外嘅投資者咧，唔單止唔係一個好處，可能係聞之而卻步添啊！咁咧，但係咧，我亦都要同一啲當地嘅有關人士會計師傾過，佢話呢個咧你又唔使擔心，一般嚟講咧，佢哋本地人都會點樣做咧？就係話係10年之一定係要個物業持有10年㗎啦。但係如果你話我哋話啊嘛，柏林係呢個西德一個成熟市場入邊嘅新興市場啊嘛，話新興市場10年就翻天覆地啦，升3-4倍都有機會啦，係嘛？咁點做咧？佢咧就會每一次譬如話過咗2-3年個樓宇有一定嘅升幅升值之後咧，你唔好買，你目的都係想攞翻錢出嚟啫嘛。咁你咧係可以咧透過銀行咧去做加按
按，因為其中咧德國嘅我嘅老本行啦嚇樓宇按揭啦，我了解過咧德國嘅按揭嘅市場咧係非常之成熟，唔單止成熟，百花齊放，好多唔同種類嘅林林種種產品，加按產品咧比比皆是，好多嘅投資者咧就會將嗰層物業升值咗嗰部分咧係加按，套翻現金出嚟，情願俾少少利息，但現金已經係鬆綁回籠噶啦。咁到10年之後啦，將個累積嘅升幅到時真係賣嘅咪一次過還翻俾銀行咯。咁中間咧又唔使俾呢個投資嘅資產增值稅，而每一毫子嘅按揭利息支出咧，亦都可以愛嚟咧係當係一個支出咧，係減少咗你收租要俾嘅租金收入稅嘅。係呢個做法都幾醒喎。咁你中間又可以套現，呢個套現又唔使交稅，又可以買第二層樓啦。係你又醒喎，第二層樓個首期可能就喺呢度嚟。又有10年啦嘛，10年又10年啊！你講開首期咧，咁喺德國柏林買樓嘅首期係咪又好似同歐洲其他澳洲個國家1成2成就得㗎啦？一般嚟講咧，佢哋收個首期都比較偏高啲嘅，我覺得。因為德國嘅政府咧係做嘢咧係四四正正，佢又唔會太過偏袒呢個發展商，亦都同時咧亦都唔會太過偏袒呢個投資者，係需要有資金咧係俾個發展商咧係去到起樓㗎嘛。咁如果你話收得太少嘅，發展商嗰個資金鏈又好大壓力；收得太多嘅，對於嗰個投資者係要俾足夠保障。咁點樣去取得兩者平衡咧？所以一般市場上邊咧，視乎項目咧，大概1成半到3成嘅首期咧，都會係有機會收嘅。咁你話哇，3成首期，好似唔係好具吸引，尤其是我哋之前喺澳洲度講開10%，1成首期有得做㗎啦嘛。但係樓價低啊嘛。因為樓價低啦。100萬你3成都好少錢。頭先我哋講過啦，佢嘅按揭產品真係好厲害㗎，比如香港我都學咗幾招翻嚟。佢嘅按揭咧係可以即時樓花就上會㗎啦，即係唔使等你咧係起好先至嘅，同香港一樣，樓花期咧已經有按揭嘅。咁你變咗咧係可以咧係如果佢樓花期按揭唔使你即時俾息㗎，佢真係要攞錢嘅時候咧先至計息㗎，十分之均真同公道。咁所以咧你嗰個資本嘅支出上高咧，其實咧又唔需要去到澳洲咁多嘅。咁所以可以透過按揭去幫到一部分。係咁啊！另外咧，我哋都擔心一樣嘢咧，就買樓最驚都係爛尾嘅啫。爛尾樓香港我哋就比較信心大啲，因為我哋熟悉，同埋通常都係幫襯翻啲大型發展商。但係去到柏林，我哋又唔知嗰個發展商啲 background 係點樣，又唔係好熟嗰個市場。咁點樣可以避免到呢樣嘢咧？呢個都係重要嘅，因為耐唔中咧買海外樓咧都會聽過爛尾嘅事件。嗱喺德國咧，我又未聽過，可能孤陋寡聞一啲啦。如果有聽眾有聽過，都可以上嚟分享一下。咁我了解咧就係德國嘅法制咧相對好健全嘅，尤其是去到監管同埋平衡翻呢個發展商點樣使用嘅資金嘅時候咧，真係去到咧係非常之無微不至嘅。喺一個發展嘅計劃入邊咧係寫得清清楚楚，每一蚊咧落喺嗰個投資者俾咗咧，一來一定又要俾佢個指定嘅律師度咧。律師幾時會可以發放俾嗰個發展商咧？就要根據一個咧係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嘅報表，而呢個報表咧可能可以係寫到幾仔細咧。舉個例咧你做完晒所有嘅嗰層樓嘅相關嘅石屎嘅工作咧，咁咧就可以喺律師樓度攞28%。即係睇到個石屎證係啦，即係如果有呢個建築師係簽署所有石屎工作做完啦，就攞28%。裝好晒啲窗門啊，同埋呢一個屋頂咧，又攞12.6%。做好晒所有嘅室內嘅裝修又攞幾多？全部咧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。咁一來要個專業嘅建築師簽名認證啦，律師要同意啦。咁其實你呢樣嘢已經係非常之先進啦，係嘛？我都以為咁就已經算係差唔多。點知仲有一個包底？個包底係咩咧？就係話你嗰筆錢擺咗喺律師樓度，如果最終真係出咗咩事嘅時候咧，你嗰筆錢咧係有銀行擔保嘅。哇，咁好雙重保險喎！有個所謂嘅 bank guarantee 係保障翻咧投資者咧係可以攞得翻佢嗰筆錢嘅。你頭先有提到咧樓花期都可以借按揭啦，咁係咪銀行我借咗按揭啦？銀行咧就可以定期依住頭先個表佢發放俾發展商啦，好似好繁複啊！係啊 Paula 你真係好有留心聽書啊你，好乖㗎，聽咗你㗎展銷會㗎。係啊，好留心聽嘢啊！
咁佢就話點解話頭先你嘅做按揭唔係話啊，你做樓花按揭，我唔理係唔係我都俾晒你啦，咁就早啲立利息，咁對投資者好似唔係好公平，因為啲錢根本唔係用咗喺個層樓住啊嘛。咁喺德國嘅做法咧就係話跟翻頭先嗰個列表，即係石屎啊、起屋個進度表咧，先至去銀行攞錢。銀行咧就真係攞幾錢先至計幾多息，咁啊比較係公平一啲嘅。仲有少少時間，我睇埋嗰個租務管制，有冇一啲租務管制嘅條例，我哋需要特別注意嘅？柏林而家係有租務管制嘅，但係個好消息咧就係話租務管制咧係應用喺呢個新樓度，而新樓嘅意思咧並唔係話一定要由零開始建嘅樓先叫新樓，有啲舊樓翻新咧都叫做新樓啊。咁所以你如果係買一啲係舊樓翻新嘅話，全新樓咧就唔受呢個租務嘅管制。咁我講嘅唔受租務管制係第一次啫，即係你層樓租咗俾個租客，第一次係任你嚟定嗰個租金嘅水平嘅。咁但係當你第二次做嘅時候，你就唔係新樓啦嘛，你屬於舊樓啦嘛。咁個做法係點樣樣咧？Again，呢個德國人咧係好清清楚楚嘅，佢釐定嗰個租金嘅水平咧係去到每個城市入邊每一個區域啊，甚至每一條街咧，佢有一個指數。有一個所謂嘅租金指數喺度，就由呢個定期咧，由政府發布咧，就放上網度。咁你喺嗰個區嘅居民啊、業主咧，自己睇得到嘅，清清楚楚知道。譬如話喺過往呢一季，即係同香港嘅差餉物業估價署差唔多啦，就會俾出嚟個指數升咗幾多啦。咁你嚟緊嘅時候，你放租咧，如果你要租出去嘅時候咧，或者你要同人哋租樓咧，你就個升幅咧就唔能夠超過嗰個指數嗰個。同一個租客續租有冇受呢個限制？而家佢哋俾我了解到咧，就係話你只要唔係新樓嘅新租約，嗱，如果你喺個同一份合約入邊，就梗係冇問題啦。你要重新釐定一個新嘅合約咧，新嘅合約咧就要跟嗰個租務管制啦。明白晒，咁啊，今日唔該晒啊 Alan 啊，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 Paula。好啦，我哋去買樓啦。好啦，我哋去啦。世界樓巡禮 AP 世界物業顧問助你瞄準環球優質物業。